又来了！礼拜我哋来到台中东势區，你大有些學別唔關係套觀眾台準備表演，我是套舞台等三萬股表演，表情總係笑咪咪，等一下個。禮拜節目特別邀請到成功國小嘅花鼓隊，帶來精彩嘅鼓藝表演哦。除了安尼之外，節目都會安排新式嘅講故哦。接落來是陪你共下來欣賞呢十個精彩內容。頭一組愛上台表演嘅係羅芳玉小朋友，我為大家帶來豈有此理嘅講故表演哦。本想有個退休人。我是民間好識講好話，有一年記住到兩個人討厭家，見到上馬啦，其中有個講，豈有此理，佢聽到講，這係一句好話，佢都同這句話記到心中，下次吧。有機會愛拿來用，佢愛坐上個好把嘅時節，上見有天堂，有一太利，開佢捉驚嚇，三唔記得條線好多個記法咧，三唔記得了咧。佢偷偷上台慢呢，見前，上台看看，上妹看看，行來行去喊冇停，嘅參上嘅上婦啊，看到佢慢呢見看，是問佢，唔妥前馬嘅東西啊，首先是講，你當唔見一句話咧。唔記得去那位，那愛聽到來，這句話係嚟條線講好多個，是唔得答唔見。上婦聽到叫到起滾，佢講世間有人跌撇金，跌撇月，跌撇錢，你有人講跌撇一句話呢？小孩子豈有此理！首先聽到上婦安尼，講當聽是講哦，那個句話是係本娘去的啦。小孩子豈有此理！你家家拿來玩難，我家姑講到了尾，羅啦大家。成功花鼓班舞藝18班，第一段练习的，好，再来就是转身移位的，好，最后就是开始。但是，对，从头开始啊，要有一个人喊，就用节奏轻轻的喊就好了，像平常练习来，好吗？好，杨卡康，距离是给它调过来啊，我们将中啊，好，7、8、2、3、4、5。成功花鼓班睇咗3年前嘅事，虎拳有一個先生叫做教花鼓，是開始請小朋友開始來學。啊，嘟嘟見啲錢差唔多仲啊，今晚仲啊嘟嘟強演，啊嘟嘟對跳舞咪當有姊妹。直到今年第一擺出去參加台中市嘅比賽，第一擺比賽就全市第1名，然後第1名係台中市嘅藝術才能班。藝術才能班佢係專班，啊，咱係社團，結果社團入去
演唱的听一秒，而且只输他们0.几分，0.2分哦，所以那个给艺术台南班很大的压力。对，体能、耐力啊、柔软度方面、各种方面总要有法度配合的。亲像要很练啊，看见个下，好好的，已经练到样无难得嘞，踢上松，哎呀。老师劈腿下不下去，老师就用压的，有时候用压的，下不下去就用压的，压到不下去为止。痛，老师直接。这样可以是啦，因为这样可以是经过人较强啦，不强啊，唔敢落啊，先生就了体检出力来，像人讲的 push， 了松了，哎啦，啊嘛安尼见，其实你要见大概动作中啊动这样没问题，可以见下腰，然后一下去就是。从我动强动完美动作就出来。3年以来，觉得我最难的是练手卷，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就边边都软软的，不好抓。然后卷上去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像这样缠在一起。后来好不容易抓到诀窍，就这样子一直练，然后练到转上去这样子。然后抛接动作浮比顺了，这样也是要让它飞平以后才可以再抛。还有那个转上去，有时候抛上去的时候就直接掉到地上了，所以就可能会同一个动作重复 run 好几次，慢慢练得比较熟。有时候被学姐骂。以前的学姐很凶，就是这个做得不好这样子。所以今日嘛已经变学姐了，但是今日做学姐的时间嘛，相对学妹较无很好，尤其较无很好。真的吗？学妹很难教。学妹很难教。小朋友见看到见学的动作姊妹，过来就见，从爱听到见讲学跳舞动作心色啦，因为人台讲嘛个，跳舞的家是生命最大的嗜好，我就觉得讲，安尼学到攀那个下团就有意义。谈拍摄我必分享练习嘅心得了後，係咩上腳來欣賞花鼓隊帶來嘅演出咯。接落來是陪咱共下欣賞，給咱帶來嘅花鼓表演。